第三話二。對了，你在美國的男朋友還好嗎？劉對坐在櫃台位子上的二美子問道。二美子並沒有立刻回應，而是悠然地喝了幾口咖啡。大概吧。我想應該是還不錯。他說的是不關己。你們沒有聯絡嗎？對於這個問題，二美子也沒有馬上回答。她怔怔地用食指撫摸着咖啡杯邊緣。二美子的態度連在旁邊無意偷聽的日香里也看得出，她並沒有跟在美國的男朋友時常聯絡。也好，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劉說完，伸手拿走二美子的咖啡杯，回到廚房裏去續杯。是吧？二美子若有所思地低喃道，真令人不快。日香里發現自己不知怎地對二美子感到不爽，但並非因為分明是初次見面。不是店員的二美子卻一副專家的樣子對着他說明，就算回到過去也不能改變現實。從日香里旁聽到的內容，也能明白二美子顯然只是跟男朋友慪氣，故意不跟他聯絡而已。一提到男朋友，就突然老實起來了。其實，人的情緒就算不多話，也能夠察覺得出來。或許是表情，也可以是動作。現在的二美子垂下視線，咬住下唇，想要隱藏真正的心情。她一定不滿在美國的男朋友不主動聯絡，但她這樣的不滿是沒辦法傳達給對方。這個女人在幹什麼啊？容端麗，漂亮的面孔，滿身散發着不肯服輸的傲氣。男朋友要是不主動聯繫，她肯定不會自己去聯絡的。只是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情，跟分明可以聯絡的對象沒必要地慪氣。日香里發現自己在嫉妒二美子，而這就是她感到不愉悅的原因。是的，就是嫉妒。這個女的不僅是美人，還有男朋友，她有的我全都沒有。只要是男人，被二美子喜歡絕對不會不開心的。她妒忌着二美子的外貌，即便跟在美國的男朋友分手，一定也能立刻跟別的男人交往。天下的男人不可能放過二美子的，只因為對方不主動聯絡就鬧起扭，也只有這種天生有優勢的女人才做得出來。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。日香里沒有這種優勢，而且分明沒有優勢，卻推拒了楊怡求婚。一起玩解謎遊戲的夥伴，最後只剩下他，然後順勢跟楊怡交往。即便如此，他還以為楊怡並不在意外在，而是看中了自己的本質。他一廂情願地這麼認為，卻忘記了，到頭來，男人還是只看外貌。我會等你的。日香里信了這句話，曾經相信過，我有喜歡的人了。楊怡卻絕情地對日香里如此說道，他覺得這簡直太過分了。不，讓他等可能是我不對，但還是忍不住會想，要是我長得可愛一點就好了。浮腫的眼睛，長鼻子，薄薄的嘴唇，沒有任何特色的平凡面容，沒辦法像二美子這樣優雅漂亮。要是起碼能有二美子那雙美眸，或是鼻子，或是嘴唇的話，楊怡可能就不會想交新的女朋友了吧。
而美子擁有日香里想要的一切，這樣日香里更是感到怨憤。醜惡的嫉恨，日香里心裏都明白，也知道這沒有什麼好比較的。然而，每當想起楊義說有了喜歡的人，還是忍不住覺得又恨又悔。要是那一天接受了他的求婚，會是怎樣呢？我一定不會像現在這樣充滿醜惡的妒恨吧。但是，一切都太遲了，已經無法再見到楊義了。日香里下定決心，此地對着從流手中接過續杯咖啡的二美子開口。其實，對不起，你在跟我說話嗎？二美子沒想到日香里會主動跟自己搭話，正準備要喝咖啡，他把咖啡杯放回碟子上，轉身面向日香里。我的男朋友，已經去世了。在分手之後，日香里的坦然讓二美子的美眸燃增圓。他和站在櫃檯後面的劉對望了一眼。他有心臟病，我知道他常常去醫院。日香里茫然地望着桌子上的糖罐，喃喃地說道：他甩掉我的時候，我怎麼樣也沒想到他會就這樣死去。我還在想不願意立刻結婚，他可能會不高興，真讓人不爽。但是他心裏深處有着一絲懷疑，難道他知道自己生病快死了，才故意跟我說他喜歡上了別人，來跟我談分手？日香里不以為然，輕輕地哼了一聲。不可能，這種想法也未免太給自己面子了，這種話根本不好意思說出口。但是，要是真的是這樣呢？分手之後這半年間的感受就完全被推翻了。那樣的話，我該如何是好？日香里發現劉跟二美子都正在看他，微微搖了搖頭。就算是這樣，現在也於事無補了。即使能回到過去，不能改變現實，那就沒有任何意義。日香里不敢將心中的陰霾用言語表達出來。要是能回到過去，至少可以告訴他在太遲之前接受治療，或許能救他一命。要是能幫到他，或許就不用分手了，不是嗎？他頹然地低喃道：果然已經過去的時機是不可能再回來了。要是能辦得到的話，那這家咖啡店早就名滿天下，店裏擠滿想回到過去彌補各種錯誤的客人，也不奇怪。然而，沒有窗戶的陰暗店內，看來看去也只有白衣女子跟二美子兩位客人。菜單上一杯咖啡也只要380日元，最昂貴的品項是980日元的雞肉紫蘇奶油意大利麵。對餐飲業不熟悉的日香里也看得出，這樣的客人流量和這種菜單，絕對不可能靠營業額撐下去的。要是能回到過去改變現實的話，一杯咖啡1萬日元，不，10萬日元都會有人來的。要是回到過去並不能改變現實的話，那這家咖啡店根本沒有價值可言啊！確實是這樣。事實上，現下日香里心裏就是如此揣度。要是能回到過去幫助楊義，要是他接受楊義的求婚，兩人能一起幸福地生活的話，日香里願意拿出100萬日元。
就算人家要1000萬日元，他或許也會願意。他終於明白了，普通人根本不想到這家咖啡店來回到過去。看來我是白跑一趟，我要回去了。請問多少錢？日香里說着，站了起來，伸手拿掛在椅背上的外套。數已經站在收銀台後面，他將賬單遞過去，380日元。數的口氣依舊平淡，沒有起伏。從日香里進來之後，就幾乎感覺不到這位店員的存在。他幾乎不說話，完全不適合從事服務業。與日香里說話應和的也只有2枚紙巾流，數隻默默地整理着餐具。他讓人感覺似乎有一道無形的壁壘，不受外界事物的干涉。日香里雖然嫉妒着二美子的容貌，但二美子願意傾聽，對他的好感度也上升了不少。至於劉，雖然只是雙臂抱胸，發出的聲音，卻也是很認真地傾聽。因此對日香里而言，除了穿着白色洋裝的那位女客人之外，只有數對周遭的一切毫不關心。就這樣回去真的好嗎？數乍然對着站在收銀台前面的日香里問道。日香里一時之間不曉得他在說什麼，難道是自己忘了什麼東西嗎？他包包背在肩膀上，轉頭望向座位，並沒有留下任何東西。雖然沒有留下東西，卻有遺憾。日香里心中的陰霾仍未消除，但是他不覺得數指的是自己的心情，因為最想消除空中鬱悶的就是日香里自己。日香里從數手中接過找零，反射性地回應：就這樣回去真的好嗎？他想着該怎麼回答，不禁迷惘了起來。數並不是要留住日香里，只是因為不想讓我難過。等一下，雖然只是我的推測，但美化現實也該有個限度。不過，要是楊義是真的不想讓我傷心，所以才說謊的話呢？數的一句話，讓日香里的心結慢慢解開。之前他可能是刻意不去想，刻意不去留意，然而考慮到楊義的個性，一切就很清楚了。他分明說了會等待的，就不會輕易改變心意才是。他不是那樣的男人，如果是那樣，自己根本不會喜歡上他。該怎麼辦才好？日香里付完了賬，卻遲遲沒有離開店內，二美子疑惑地望着他。數並沒有離開收銀台，只是隨着目光站着。普通的女服務生在結賬完畢之後，一定會低頭行禮說多謝惠顧，數卻沒有如此，好像一直在等待什麼似的。日香里望着數，突然發現了某件事。那個？我想再確認一次。什麼事？數仿佛正在等待日香里的詢問。回到過去，無論如何努力，也就是說，不管說什麼，現實都不會改變是吧？正是如此，就算告訴他他會死，也一樣嗎？是的，那會影響他之後的生活嗎？就算知道自己會死，他之後的生活依舊不會有變化，因為現實在規矩的約束下不會改變。那麼，他所知道的未來呢？
他會記得嗎？會記得，會記得。只不過相不相信，那就要看他本人了。也就是說，當成開玩笑，或是認真地接受，都看他自己的意思。就是這樣。原來如此，正如他所想的，這樣的話，便能做出如此推斷。現下的自己知道楊怡會喜歡上別的女人，但是回到過去見到的楊怡並不知道這件事。日向你不管回不回到過去，分手的現實都不會改變。然而，同樣的現實，在楊怡的立場看來會是怎麼樣呢？要是楊怡早就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，所以才對日向你說出這樣的謊話呢？對楊怡而言，那天求婚被拒絕，然後迎接死亡，跟求婚成功之後迎接死亡，應該是完全不同的吧？對日向你來說，是絕對不會改變的現實。對楊怡而言，應該會有什麼變得不一樣吧？至少從那天之後到死前的幾個月，他的心情一定是不同的。既然如此，即便喜歡上別的女人，那可能也是件好事，也未可知。如果他本來就是說謊的話，更是如此。對我而言沒有意義，可能對楊怡而言是有意義的。日向你一直默默地望着數，我還是想要回到過去。我想回去稍微抵抗一下這個現實。他下定決心地斷言：我知道了。數淡然地回答後，旋即轉身進入廚房。日向你連賬都付了，才說想回到過去。本以為對方會探問他理由，卻完全沒有發生，就好像自己心中所想的早就被人看透一樣，感覺不是很舒服。現在是什麼狀況啊？日向你回到位子上，二美子主動問道。這個女人果然還是來問了，但自己沒有理由全部告訴他，因為不想後悔。日向你只簡單地回答：原來如此。二美子一怔低喃道，並沒有再繼續追問下去。不一會兒，二美子突然想起自己還有事，便急忙離開了咖啡店。克拉當，牛鈴響起，門開起又關上。她可能是要去跟在美國的男朋友聯絡吧，也可能有別的事情。是不是後悔自己跟男朋友慪氣了？當聽到日向你說不想後悔，或許二美子也體會到了吧。聽到別人的話有什麼感受，要採取什麼行動，都是個人的自由。日向你也一樣，本來想離開的，卻因為數仿佛不經意的一句話，就讓他萌生想回到過去的念頭。現在他覺得即使現實不會改變，回到過去或許也還是有意義的。為了楊怡，他稍微想起了跟楊怡交往時的感情，覺得胸中一緊，發現自己一直都刻意不去正視這份感情。發生了太多事，沒辦法冷靜地面對自己的感受。